啊，就是画画。你我李祖比较高老师，啊，就是在耳朵学的，天妈别跟你说了。李祖他妈在么了？听你昨天阿妈没听过老王我。无论阿咪你说啊，就是在别嘛跟你说嘛呀，你他妈呀，说提次提爸妈黑嘛啊，说提次提爸妈黑嘛呀，阿里瓜达了，莫瓜鬼瓜阿罗，别跟你说嘛啊，只怕耶稣基督一代基督表个呀，提次提爸妈莫瓜黑瓜吃样哦。无论你耳朵学的他妈能在别跟你说啊，无啥别去，你可能头头个我他妈提次瓜里边，阿里边呀，明年瓜嘛容易别他妈。别了呢，来拍里写的嘛忙啊，木瓜无啥瓜比提次提把写的嘛，就很做嘛，就色咯，明白咯？你说明年瓜那提次提把第二个忙啊，人家明年瓜提把了为啥目的啊？为啥目的不嘛？人家明年瓜提把了能花一点咯？啊，说阿里么子明年瓜第二把啦，十次课、一次课、各次课，人家听上一次课。阿米亚库迪亚巴拉阿米听过老王我，听过老王啊！无论阿米花过对他嘛，一股子他嘛呀，不吃热嘛里边听过六个呀，人家阿里瓜吃样我啊，阿里瓜吃样我啊！提次提把无啥来拍来写的个嘛，嘿抓咯别白咯，嘿他妈瓜吃一那么呀阿里边那个呗，是怕耶稣就是在只是苦了那个。无论耳朵学的他妈，你说把这点说啊，就是在跟你说，无论你我之前听说的，莫怪鬼姐呢，去嘛干去，说把这说啊，这不比听哩，莫怪鬼姐你说咯，无论你是把耶稣就是在苦了嘞，是把耶稣就是在一代就是苦了嘞，你是把耶稣就是让肉表个，第二个你个莫怪鬼写个到了，无论你听你昨天明年瓜就像你老样嘛瓜，侬阿里瓜吃样我啊，别对着上面去，对着上面去。耶稣基督侬表个啊，去查理都嘛都这个大哥嘛，光侬在后台讲我，都在后讲我，莫怪鬼比率嘛瓜，就学嘛这个的呢，识别扩大咯，别别，现在呢啊，可怎么吃了啊吃了下大咯，别别咯，吃的了嘛很哦，一代就是表个写的嘛很瓜，你说吃那么呢，一代苦了是一代吃，你那么一人你那不阿爸嘛不，你做他妈呢，就提次提把第二个嘛啊。说第二个阿米嘛啊，花过对人家瓜提把了对待阿米，一旦就是阿姐人听你说的，谁那是你，一说表个这个大嘛，提次提把嘛很瓜人家对起我们两个，对起我们两个，我的你耳朵学到他妈呀，啊可这么耳朵学到俺咯，那是苦了点说啊就说耳朵学到他妈在把着我的是苦了说票了子，莫瓜鬼瓜弄表个很抓咯，啊可啥么，我啥个我就给他子画画。